你用会买很多东西，一太饱哦。都係藝動中意嘅啊。唔過寶貝，你哋細妹真勁哦，大概過幾個時間都買很多嘅東西嚟佈置哦。雖然啊，藝學校同屋卡佈置到正，看起來有高級嘅感覺，不過也同藝喺細奶係細妹冇關係啊。冇唔錯啦，因為吼，我爸以前啊，都出外面去買東西，通常我就按你嘅想法。唔講唔看啊。雖然係藝上嘅佈置，不過呢，根本亦唔在藝內買東西，韓國同認真同藝偷東西，故所藝哋合作都仲好啊。冇唔錯啦，我知道係醫生去，但係你想法按摩下呢，同佢花時間嚟買東西。唔看啊，係唔係看到一條東西，就有一種見人愛來嘅感覺。冇聽錯，我覺得動腦旁搬到動腦旁啊。就係本次家有一種高級嘅感覺，我知道有儀式感同重要。冇唔錯啦，即係本身發較慢啲系列嘅感覺。係啊，你看，像我哋平常時按摩行，迄種高級啊，就做得關係咪下不抗人，關係咪下起家。像我哋雖然搶買嘅足力。唔講呢，都係表示講藝哋動要經驗件事。冇唔錯嘅，我可能咩想去買嘅東西，比如你牙辦公室嘅作檔做佈置。你看，不管係細奶還係細妹，都做得本身法，還下有儀式感。冇唔錯，我較中意數位做嘅東西。哦，嘅藝哋有一點點唔清楚為中意。我竟然等下來帶藝去，我想去頭擺啊，牙把我嘅頭嘅。準皮筒誒，用啲牙檢房，定係空上後啊，誒，講也係年數標嘅哦。也想起來哦，真嘅係個東南亞嘅回憶。我想啊，高級就係我本人有用心過嘅感覺。冇唔錯，跟人哋會做一些嘅手作嘅東西嘛。有個建議都好呢。冇聽錯。我哋做得找朋友向下來做，本大家分享自家嘅創意。一個想法都好呢。其實也得哦，每本藝想到以前當到嘅回憶。係啊，唔看啊，我哋做得唔係高級，唔過呢，未做得本期還下有意義哦。冇唔錯。韓國啊，一個意義係我哋自家創造嘅。冇唔錯，像人哋一下啲啊散步，愛動注意天天嘅散步。天嘅散步，慢慢嚟看，去做得買到動到自家動好嘅東西。係啊，冇錯。既然上嚟去嘅數位店，開下冇？你會帶我去？